来看台北地检署一个姓陈的检察官涉嫌性骚扰哦。这个检察官骑脚踏车，甲一个骑奥多摆的查某人相弄，也毋过双方将对赔偿的方式讲袂好势。这个检察官竟然讲无你着用身躯被困来赔。这案检察院通过弹劾，这个检察官哦，嘛向医生听解法院审理。去现场勘查。这个姓陈的检察官办案是真认真，伊办过代破流酸的案件，顶一日煞标出涉嫌强性骚扰。今年5月，伊骑铁马要返去厝里的时阵，甲一台奥多摆相约，伊甲对方讨赔1000块，毋过对方讲分厝顶的钱无够，伊就叫对方现身，互伊当作赔偿。无论这话，伊是挑工的，也是无心的，拢互这个起诉感觉心内真无爽快。这个检察官即马去予监委提案弹劾。事实上，他是一个没有性平意识的检察官，所以在纠纷的时候才会用这样。虽然他一直说他是嘴贱，然后是这个开玩笑的，但是这已经扼伤了整个司法的形象。监委指出，姓陈的检察官假做司法人员，无以正当的管道处理纠纷，讲话各用有性意涵的话语来讲骚扰，互对方是感觉真惊吓，威胁情形真明确，监院全票通过弹劾。其实检察官除了工课上爱守本分，私底下一举一动嘛爱有站责。检察官不只是说他在职务上要这个守法啦，他在生活上、在社会上的一些行为，也不可以贬损检察官的名誉啦，让社会对司法产生不信赖啦。姓陈的检察官去向弹劾，伊所属的台北地检署对决议是表示尊重。知影这个案件了后，嘛已经移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做行政处分。检评会11月初嘛认定伊无廉洁主持，损断检察机关的形象，有处分的必要，报由法务部移送听解法院职务法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